1993年12月14日，缅甸总统昆沙接受访问时表示，已经透过当地议会宣布，暹邦脱离缅甸独立，成立暹邦共和国。昆沙捌带领过缅甸、辽国、泰国近3个地区8成的毒品交易量。昆沙做暹邦共和国总统政权维持3年，最后向缅甸政府投降。1999年12月14日，巴拿马举行巴拿马运河移交典礼。当年年底，美国甲关85年的巴拿马运河管辖权正式交予巴拿马政府。巴拿马对哥伦比亚独立了后，当时美国当咧开发的巴拿马运河将是由美国来管理。经过85年，是美国总统卡特来签约，决定将运河的经营权交予巴拿马政府。2006年12月14日，雅虎奇摩和无名小站签合并合约，双方公布7亿的介绍创造部落格文化。不过，因为更较新的社群网站出现，进前真清的无名小站7年了后嘛，行入历史。